这是青岛人问一个问题哦，都给嘛重要哦。譬如讲，三九它都带很嘛个东西啊，如果因为嗰度联想啊，莫讲足球的人啊，比如好多人讲，啊人家还没教诶，同教育关的啊，哦，啊伊讲好多方面有高山啊，哦，还是海味啊，所以咪讲教诶海味，哦，啊结果客家人人提讲三九它很嘛个，所以也迄个三九，乃至你咪讲也个名诶吼，起到同好啦，因为唔睇咧，都讲唔个团名吼，我本人有咧神奇嘅一个名称，吼，还有咧就讲伊要好奇，都带下嘛个东西哦，所以蒙古时候吼，永远唔要记唔得，所以我哋乐团的名诶变得真有名，当然就讲，因为睇到也同客家。我哋讲客家话三九太有关系咪吼？三九太也东西，其实除了讲客家人社会吼，万世就有机会去教一个三九太，像我哋讲也下如宠物啦吼，去鸟来教。头摆他冇钱啊，冇可能去用买的吼，买那个宠物来教。啊，做个到最后啊，所以做鱼的啦，做蛤蟆、做条的啦吼。啊，三九太最神奇咪吼？吼，也係一個吼，所以同我哋嘅神法同客家莊嘅神法有親太嘅關係。咱我已經原因比有更有意義嘅，就講其實三九太已經唔係將社會嚟教吼，太人三人是從未掛題吼，我哋講法是，唔要則三九太，哦，三九太罵人嘅話啊，係嘛？因為一個客家人哦，全部會罵人三九太哦，其實罵三九太係一個當下，吼，當下嘅一個罵人嘅話，吼，唔係真是一個當惡嘅一個罵人嘅話，所以三九太特別係罵乜嘢，罵自家嘅賴嘅，自家嘅孫嘅，吼，就睇人就將我嘅阿婆啊，最後罵嘅，你三九太明是暴露冇很多人，吼，冇必須白書嘅哦，一個就綁下來不得了。所以要出一個變成我哋神法地步，唔單係社會教嘅東西，同我哋嘅等於講也係神法文化嘅部分啦，吼。所以講喺我哋名黑暗嘅世界，所以只要有客家人看到我哋三九太世界，伊哋如果想到很多事情，講我頭擺咩半阿婆罵要死，罵三九太，哦，三九太係暗嘅。